直接直称中国。今仔暗时果然会伫台南安平的福摩沙游艇酒店来举行，现场有用一种新品种的国旗拿花来布置，会场附近嘛对下晡2点就开始交通管制。受到邀请参加第16届正副总统的就职典礼，对台南南区内民众20半暝1点外就准备坐游览车上北，就算是暗蒙蒙，看起来民众是真兴奋也真期待。咱要参加就职典礼有欢喜无？哇！大天地当选，已经当选啦！真欢喜就对啦！安平国代吼一直在支持到今仔日在做总统，所以特别欢喜。规家伙啊，拢要来。暗时的国宴头一届刷去台南安平福尔摩沙游艇酒店举行，新政府上任，各界也以办喜事的心情办理。会场也利用国际真出名的台湾兰花装塔，利用内壁喷泥技术，用国际兰花迎接各国的访宾。不过国宴头一届离开北部，外国祝贺团、外国使节、县市首长等贵宾，拢爱坐高铁落南。也因为安尼生，相关单位沿路对台86线到酒店有关区分局交通管制到会场。为维持交通秩序与安全，本分局将在部分路段实施弹性管制，亦会随时派员加强疏导，减少用路人之不便。另外，会场附近实行交通管制，包含安平区安北路到安平路2边拢袂当停车，时间是当天下晡到暗时10点。酒店头前车路也会执行交通管制，提醒民众经过时阵一定要配合交通引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